發神經啊，5萬蚊咋就可以攞到呢套南北通嘅戶型，120平方啊！可以睇下呢度啦，喂，呢度嘅景觀真係好別緻啊！呢條珠海有情侶路，呢條路我叫佢夫妻路啊！呢個咁嘅河景，哇，睇落去到舒服啦。反翻後邊有個廚房嘅位置啊，廚房空間可能細啲，但係雙開門嘅冰箱都係放得落噶。再睇下呢邊嘅尺寸啦，客廳開間4米啊，呢個陽台佢封咗啊。其實呢個陽台你唔封都有成20米咁大嘅一個陽台啊。睇到我哋嘅小區園林景觀啦，咁呢家係喺4樓嘅，咁可以睇翻小區，感覺都唔錯嘅。如果你想住高啲嘅話，都 OK。再睇翻我哋休息區域啊，咁呢個乾濕分離嘅衛生間嘅空間尺寸咁都擺咗喺面前噶。呢度有間房啊，呢間房嘅話咧，佢標窗全部都係打晒嘅，所以成間房間嘅空間尺寸係 OK 大嘅。咁呢個位置可以做個書房啦。喂，坐喺度辦公，睇住夫妻路，哇，有河景，心情都愉悅啲啦。再睇翻我哋重點啦，我哋嘅套間啊，主人房嘅空間尺寸都係十分大嘅。咁佢保留咗標窗啦，但係佢嘅空間係分為3個部分，中間係衛生間，可以擺得落1個浴缸嘅。咁呢邊就係你老婆最中意嘅位置啦。呢個位置一個 L 字形嘅標窗景觀，放晒自己心愛嘅衣服同包包，係咪好舒服啊？最緊要係咩啊？5皮嘢就已經可以上車啦！有興趣評論區私聊。